兒童房嘅燈開到最光，小朋友一落筆，筆尖反而俾自己嘅手遮住。你睇下，成間房好光，但盞燈由右邊照過嚟，右邊一寫字，個手影啱啱壓住個筆尖。好多家長以為房間夠光啊，就等於書桌照明合格。其實照亮房間同照清小朋友正在做嘅功課係兩件事。判斷嘅方法好簡單，坐到小朋友平時寫字個位置，攤開本作業，真係寫兩個字。睇下手影有冇遮住筆尖，書本同屏幕有冇反光。真正決定小朋友睇得清唔清楚，唔係間房有幾多盞燈，而係啲光有冇真係落到佢啱啱做緊嘅事上邊。解決嘅方法有三步：右手寫字，任務燈先放到左前方，左手就反過嚟，再調整燈光，避開手影同反光。最後保留柔和嘅房間基礎光，唔好書桌好光，周圍全黑。如果仲裝修緊，記住先定書桌，再定燈位同電源。有智能燈光就將環境光同書桌燈做成一個閱讀模式，唔係全部開到最光。今晚坐到小朋友個位置試一下，筆尖清楚嘅打1，俾手影遮住嘅打2。